我也不配知道。所以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爱找谁找谁。琪琪，哎，把这给薛洋送过去。哎，都是他爱吃的。哎，对，上次我让你给他那零用钱，你给他了吗？给了，我亲手放他钱包里了。啊，那行。哎，怎么买饮料买这么长时间啊？啊，小朋友要那玉米汁儿，楼下卖完了，我去远点超市才有啊。还有你那栗子，这附近没有卖野生的。我给你拿盘去啊。小飞，美女。姚飞，知道你姐好久没吃栗子了，还知道大老远给她买去。你是不是趁着人家薛洋郁闷的时候，你想真当五好弟弟你？什么当五好弟弟？我这是顺带手的事儿。得了吧，哥，吃饭嘞！来呀，哥。哎，吃了。哟，这附近还有卖的野生栗子呢。哎，没有，要附近有，能去那么长时间吗？2钟头了都。五好弟弟。哎呀，什么呀？我就是给小疯子买玉米汁儿去了，然后顺便就看到、这个。儿子不解释，没事儿啊。吃饭。海文一，给你这碗。好。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哎，都是你喜欢吃的菜。来，吃一口，来，吃一口嘛，吃一口你就想吃第2口了，真的。来，尝一尝，啊。冰啊，都那么长时间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该发生的事儿都发生了。你现在这样，不仅改变不了什么，只能苦了你自己，也苦了你身边的人，没意义的嘛。来，咱振作起来，咱从吃饭开始，咱先吃得饱饱的，然后我们就……走吧你，啊？我让你走，离开这儿。干嘛？你又想自己待着啦？我让你离开我们家，也离开我身边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，我是个穷光蛋，我给不了你任何东西，更给不了你什么幸福。况且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家里人，你没有必要留在这儿跟我们吃这么多苦。走吧你。你饿晕了吧你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我就不是你们一家人了呀？什么你就是穷光蛋，给不了我幸福了呀？你知道幸福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配知道。所以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爱找谁找谁。就当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家。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这是？啊？不是给你打过招呼了吗？现在薛洋是非常时期，他发个脾气啊，乱吼一下，你这毛病你得多担待一点啊。对呀。不能打，兜了钱。干嘛？断他些毛病！本殿下这段日子第一没顺眼的，自己都想抽自己了，居然就换来他这么变本加厉的瞎矫情，还没完没了了还。老虎不发威，他当我是林志玲啊！我告诉你们哈，从今儿个起，谁要是再敢护着这个还没出保温箱的冰坨子，我就跟你们谁单挑！不就是破个产受个穷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都撑住了，凭什么他还趴在地上赖着不起啊？想跟我装烂泥，玩逃避，玩崩溃是吧？啊！我再得把他砸成钢筋混凝土，非让他竖起来当国建大楼不可了！我是说的对，我也支持，我们都支持你啊，支持你。对，坚决支持你啊！他说的真对，支持啊，支持。走，还消消气儿啊。
后果很严重，很严重后果。来吃饭。洗个澡，洗个澡。闺女，你知道女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女孩子吧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得要脸。赵文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感激你踹了我，因为我现在日子过得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。所以只要你别再上赶在我周围出现，别再动我身边的人，我非常乐意跟你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。对不起了，主母。这次特辑文稿方面，你准备用谁啊？我还在考虑，我想等片子拍出来以后，咱们再。主编，打扰你们吗？是。你有急事吗？这是我上次跟您提过的策划案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时效性的东西，所以我希望越早通过，马上进入实施阶段越好。Spring 一向以专业著称，我现在的打扰完全是出于工作上的不得已，您一定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那你们先忙吧。哎，别走别走，Spring，本来想让你看看的，提提意见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记得我们杂志社好像不是什么八卦周刊，这还用审吗？您的意思是直接通过了？太好了，那我就直接。你这种无聊的装傻，你觉得很聪明吗？那你觉得你这种无聊的指责很聪明吗？时尚杂志的宗旨就是与时俱进，这个专辑是最好的应和金融海啸的应景之作。我一定会把两个人的对比跟很多时尚场合和时尚品牌结合起来，这一定是一期在时尚中灿烂，在时尚中颓败，一切不离时尚，一切本身就是时尚的必火专辑。主编还没有兴趣吗？你用这种落井下石、剥噱头的炒作手法赚回来的所谓的火，就真的让你心安理得，认为你在这方面是天才吗？媒体也是需要良心，媒体也是需要品质。现在你用这种手法，简直低贱的让人恶心。我见，故我在。我知道您不方便表态，我就当您通过了。Spring，杂志要先谈销量才能谈品质。